呢個減脂增肌比賽由10月至4月舉行，歷時6個月。每位學生會由1位教職員帶領，每月上磅1次，以記錄脂肪及肌肉量。整個計劃我哋會透過飲食記錄，讓學生及家長反思自己嘅飲食情況，以及佩戴運動手錶監察運動情況。好，減脂增肌，我哋一定贏！咁我咧就會幫佢哋制定一連串嘅飲食計劃啦，同埋運動計劃啦，同埋我都會喺小息嘅時間抽佢哋咧跳我今年教嗰個步操，係啦，務求佢哋咧可以盡快做到增肌減脂咧，攞冠軍去食大餐。我想增肌，我哋想減肥，係啦，我哋想有型健康嘅。結伴減脂我做到，增肌減脂健康啲。我想減肥，做多啲運動，食隻飯食得健康啲，我要減大隻啲。好，有呢隻運動手錶咧，就幫我哋記錄住你嘅運動量啦。好啦，呢個咧就係飲食記錄表，每個禮拜咧就係記錄翻你飲食嘅嘢，反思翻你今個禮拜食得健唔健康。我哋係參手，我哋想參加，因為都有少少肥。我想減2公斤，我想減3斤。好，咁我哋預祝一切成功！呢個比賽，好，第8組，加油！減脂增肌冇問題，今次我哋贏到盡。我哋要減脂增肌。健康生活的方式，一齊加油 ！Yes！ 運動手錶嘅數據會直接上載到平台，老師可以透過平台知道每日學生嘅步數、消耗嘅卡路里、運動強度、心率，以監察學生每日嘅運動量。減脂增肌，耶！我哋齊齊減脂，耶！